来啊，咱就用啥个唱歌，用咱的情怀出传一下。咱就到演舞节，咱想演西瓜舞出传一下。请咱做伙来吟圣诗，圣诗第127首，圣诗第127首。哈利路亚，又过，咱的主出无过去，伊这年死时完成，天使报信在日，哈利路亚，又过完，永远活伊无过死，请咱起立来吟全首。因为安尼，我的心欢喜，我的心快乐。因为你无将我的灵魂放弃于阴间，在你的面前满足的欢喜。
做伙来吟圣诗，圣诗第130首，圣诗第130首。我当时在要过上帝，通欢喜，通欢喜。伊当过完以后无死，我是心事伊无留离。为伊当高跳娱乐游戏，通欢喜，通欢喜。请咱继续来吟这首。 死后就地，咱表面就是地，实在真欢喜，真欢喜。主啊，今仔日是你的过完日子，愿每一个人会当到你的面头前，实在是真欢喜，真欢喜。我每一个人会当来得个圣恩，我实在真感谢，真感谢。主多谢你，愿今仔日有闲，愿今仔日发挥所有一切来庆祝主的过，阮实在是真好气，真好气。 多谢你，你今仔日互阮遮尔好，要带阮认识的上帝。因久以来，真久以来，因一直咧认识，阮特别来感谢真理看到。主啊，为着阮的付出，原拢会藏在心内。愿恁等下咧唱的时阵，会当互伊会众真深的感动。尤其阮也感谢阮的主伊个少年学生，伊拢加入即个行列。 伸出我心，主啊！今仔日给救恩，也个啊，会伸出我们每一个人的心，在我们每一个人扎一下，在我们每一个人心中，让我们都知道主你是父母，主你是个啊，主你我们勇敢要做基督徒，尤其我教的永福教会放在你面头前，我永福教会要做中学市的光，要做了，我永福教会要向前行。 愿永福教会要勇敢向前行，愿永福教会来宣扬伊的道理，愿永福教会每一个人都无惊，要来人分享主的福音。主给你大大祝福，愿永福教会，互阮永福教会真正做在人的现场。
主求你保守甲每一个人，坐伫遮，甲所有幸福人，甲所有基督徒，甲所有全世界今仔日拢咧听着你各位，主我咧甲你恳求，感谢，拢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。下面咱要来读上帝的话，记载伫路加福音24章13到35节。咱今仔日圣经真长吼，所以咱爱有耐心来读。上迄日学生中有2人去一个乡下，名伊玛诺，离耶路撒冷20公里。因三角讨论所经过拢总的事，因会谈论3问的时，耶稣本身为我甲因三角行，因2人迷目，伊到会人得伊，伊对伊讲，恁行的是三角讨论的生活，因就甲徛着面带流容。其中一个名哥尼巴，因讲，迄件担心出发耶路撒冷，也毋知今日伫遐所经过事吗？讲。什么事啊？因甲讲，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的事。伊是先知人，伫上帝甲正百姓面前所讲所行也关联，也遐个这是头甲咱的时段解送伊去定死罪，定伊伫12个。若是阮平素5人，就是迄个要属的以色列安尼。佮遮个事情已经3日啊，阮中间有几来有人，互阮真误影，因为因伫拍光的时阵，无看见伊的心思，就来讲，因有看见天使出现，讲伊过完啦。阮中间若有人甲讲，可能看见教父里人所讲的，总是无看见伊。耶稣对伊讲，无知的人啊，先知所讲一切话，因的心转移，遐恶心，伊都受遮的艰苦。来入伊的阳光，应毋应该嘛？对摩西甲众先知去，既若圣经所指示的，拢甲伊改变，将其所去的形象，耶稣亲像要行甲伊。2人共聊一个，请甲阮读时间爱，日落去啊，伊就入去要甲伊读。三角隧道的时阵，耶稣给影照射，爬来互因，因的目睭开，就认得伊。连伊无搁看伊，因就三角讲，努力一般人讲话，规条圣经的事。咱的心减无定，就即时起身，转去耶路撒冷，拄着11个学生甲当地的人组织，得讲主竟然搁啊出现特色，问看见，因2人也讲起伫路林所拄着的事，甲伫爬壁的时阵怎样入定以上，咱下面要来请。